開心發學，過去就當佢收咗工，未來嘅就仲未開工，而家先係真正可以快樂嘅一刻。你有冇試過瞓唔着覺？因為成日諗住上次嘅衰嘢，點解當時咁樣做？諗到自己好似偵探咁追查翻過去，或者成日擔心聽日個會議會唔會出事，搞到自己心煩意亂，諗到食飯都覺得啲飯粒係你啲敵人。呢啲都係大家常有嘅痛苦啦。成日俾過去同未來綁住，結果自己變咗個煩惱製造機，唔得閒開心嘅。點解會咁？佛學話，過去嘅唔使再翻舊賬，翻嚟都係舊聞，未來嘅擔心都冇用，因為未來可能突然急轉彎，真正存在嘅就只係現在呢一刻，呢個叫念住，意思係專注眼前，唔俾腦袋亂咁喐嚟喐去。總之，今日嘅事今日做好，聽日嘅事聽日再講。下次食飯就專心食，唔使邊食邊碌手機嘅。行街都可以留意下周圍風景，唔好成日諗住份工。試下深呼吸，感覺下自己呼吸，慢慢就習慣咗，變成當下高手。咁樣生活先至真正開心自在，否則人生就變咗個永遠趕住 deadline 嘅遊戲，活得一啲都唔開心啊！